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咱接下要来介绍甲身躯相关的动作的一寡台语字吼。咱第二要来介绍这个叫做遛，就是眼睛快速扫过，瞄一下的意思。咱比如讲，我遛过niā-niā，无看清楚就是我瞄过去而已，没有看清楚或者是说我目睭小瞄一下就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就是我眼睛稍瞄一下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另外这里有一个音读作了就是了解的意思，清楚明白了然于心。咱比如讲，你对我的心意我攏明了你对我的心意我都了解好，再过来下骹这里读作度就是头下垂，咱比喻打盹的意思。咱比如讲，一上车就开始盹就是他一上车就开始打盹好下面要来介绍这里叫做考就是磕头的意思，一种以头着地或近地的跪拜动作。咱譬如讲khàu-thâu另外有一个伊的音读作khiò-siú就是它是俯身拜跪，一头叩地，是古代的最近。咱比如讲三khiò-siú就三叩头的意思感谢各位。